启文62篇，腓立比书第2章。既然恁甲基督结连，有得到激励；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；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；既然恁有经验上帝慈悲怜悯，恁就有相款的心志、相款的疼心、和谐的感情、一致的想法，通互我充满欢喜。毋通自私自利，嘛毋通追求虚荣，反倒着有谦逊的心，看别人比家己较敖。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，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。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，出世甲人共款，用人的形体出现。伊自愿谦卑，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，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。安尼，为着敬重耶稣的名，天顶、地上、地下，一切骹头趺拢会跪拜，一切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来荣耀父上帝。